今集等我哋嚟睇下一隻非常之矜貴嘅冰藍面地通拿。地通拿於1963年面世，到咗2013年地通拿50週年，勞力士就推出咗冰藍面地通拿116506作為紀念。唔少名人明星都鍾情於呢一款冰藍面嘅地通拿，例如木村拓哉就經常帶上呢一款116506出席活動。地通拿116506以高比例度嘅 Pentium 鉑金製造，鉑金嘅硬度、亮度以及穩定性都比黃金更勝一籌，而且比黃金罕有，難怪鉑金款比白金款嘅勞力士價格更加矜貴。勞力士錶嘅冰藍面只會用喺鉑金材質製造嘅錶款上，而116506亦係首隻以鉑金打造嘅地通拿，顯出呢一款錶嘅高貴同埋價值。推出以嚟一直係地通拿迷嘅搶手錶款。錶面直徑40毫米，厚度大約12毫米，以藍寶石水晶打磨成鏡面，配有計時刻度嘅 Cerakote 陶瓷錶圈，圈片轉用咗綠紫啡色，配襯冰藍面，格外令人耳目一新。錶面嘅冰藍面經過精心打造，呈現出反光放射紋。錶盤上3個細計時圈由左至右，分別係計時功能嘅小時針，下方細圈係計算一般時間嘅秒針，最右邊嘅細圈係計時嘅分針。錶鏈同錶扣都係以實心鉑金製造嘅，錶鏈利用勞力士典型嘅運動型鋼帶，錶身右邊有3個錶冠，分別係調校時間以及操作計時秒針所使用。116506備有100米嘅防水功能，而機芯搭配咗具備72小時動力儲備嘅4130自動機芯，導儲輪加上垂直離合嘅優異計時結構，並以紅字將系列名稱地通拿刻於自動盤上，標誌住勞力士對於4130機芯嘅驕傲。因為全隻冰藍116506以鉑金為主，所以戴上手嘅話，會感覺到錶身相當有份量，能夠佩戴呢一款別樹一格嘅冰藍面地通拿，絕對係身份嘅象徵。